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我哋專注真實、理性分析新聞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訂閱、點讚，或者點擊資訊欄請我哋飲杯咖啡，支持我哋持續報道。中國終於出手，特朗普見習近平前夕，北京突然介入伊朗戰局，霍爾木茲海峽隨時大翻盤。各位聽眾大家好，中東局勢突然殺出一個超重量級玩家——中國。伊朗外長阿拉格齊5月6號突然飛到北京，同中國外長王毅見面。呢場會面表面講停火，但背後其實係一場超級大國角力前哨戰。因為再過幾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會親身去北京，同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。而家成個世界最驚乜？唔係導彈，唔係核武，而係霍爾木茲海峽呢條全球能源命脈。而家幾乎被伊朗半封鎖狀態控制住，全球接近20%石油要經過呢度，一失船，全世界油價即刻發癲。中國今次終於唔再企後排食花生。王毅見完阿拉格齊之後講得好直接，中國要求全面停火，反對戰火縱燃，仲話會喺中東和平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。聽落似外交辭令，但其實句句都有骨。因為中國係伊朗最大石油買家，伊朗90%石油出口都賣俾中國。某程度上，北京一句說話真係可以影響德黑蘭。而特朗普政府而家最想中國做嘅事，就係逼伊朗重新開返霍爾木茲海峽。但問題係，中國真係會幫美國手，定係表面勸交，背後睇住美國陷入中東泥潭？呢個先係成件事最耐人尋味地方。有分析認為，北京今次突然高調介入，其實係為咗特朗普同習近平會面鋪路。因為中國都頂唔順高油價，油價一升，中國製造業成本就爆升，全球供應鏈又亂晒龍。所以北京而家最想見到嘅就係停火、恢復航運、油價降溫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國又唔想伊朗完全跪低。王毅仲公開強調支持伊朗和平使用核能權利。翻譯成人話即係，你可以發展核技術，但唔好搞核彈。即係中國而家玩緊一招超高難度平衡術，一邊要穩定能源，一邊又唔想幫美國壓死伊朗，仲要喺特朗普面前保持談判籌碼。而伊朗方面都好識玩。阿拉格齊今次去北京，明顯係想搶先喺特朗普訪華之前，同中國夾定口供。伊朗國內好多評論員都話，如果呢個時候德黑蘭唔主動出牌，等特朗普去到北京先傾，隨時中國立場會被美國帶住走。有伊朗戰略學者更加直頭講明，如果中國肯提供200億美元資金，幫伊朗頂住美國封鎖，伊朗未必會輸。講到尾，而家根本已經唔單止係伊朗同美國打交，而係美國、中國、俄羅斯3大勢力開始正式喺中東過招。俄羅斯之前已經高規格接待伊朗官員，中國又突然啟動反制裁法。伊朗國內鷹派而家開始覺得自己未必孤立，但另一方面，美國都開始露出焦躁。特朗普5月6號直接放狠話，如果伊朗唔接受協議，唔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轟炸會再次開始。講到明係最後通牒。但有趣係，同一時間特朗普又宣布暫停美軍自由計劃，即係護航商船突破霍爾木茲海峽行動。原因，特朗普自己話和平協議有重大進展。據美國媒體 Axios 爆料，美伊雙方而家正研究一份1頁紙協議，內容包括伊朗暫停濃縮鈾，美國解除部分制裁，解凍數10億美元伊朗資產，雙方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航運。如果真係談成，全球油價有機會即刻大跌。不過而家最大問題係，伊朗仲未正式承諾開放海峽，即係話把刀仲架喺全球經濟條頸度。而中國似乎就想做最後嗰個拆彈專家。但外界最擔心嘅係，北京究竟真心想停火，定係想趁美國深陷中東，再慢慢擴大自己國際影響力？因為一旦特朗普喺中東消耗太多資源，最大得益者好可能唔係伊朗，而係中國。所以未來幾日，特朗普同習近平見面，
到底會唔會就伊朗問題達成某種秘密共識，將會直接影響全球油價、亞洲經濟，甚至2026年世界格局。霍爾木茲海峽呢場能源生死局，而家正式升級成中美俄三國暗戰。到底北京係和平使者，定係最大隱藏玩家？未來2星期，隨時見真章。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請我哋飲杯咖啡支持。你嘅行動係我哋維持真實報道嘅動力。下集見。